判妇产科的名医刘伟民，和病患的老爸来指控，讲查囝的卵巢有一粒超过20公分的肿瘤。刘伟民用传统破腹的方式把肿瘤摕出来，是2届拢使用达文西微创手术，致使这个肿瘤破去，子宫拢切掉，上尾又因为癌细胞转移来死亡。台北地检署根据着3届医审会鉴定，认为刘伟民违反着医疗常规，用过失致死罪，甲提起着公诉。刘伟民是出面来赔会，讲这个医病拢经过讨论，经过签字同意才来动刀，讲这是真严重的指控。一个手术的医生必须调整他最适合、最舒适的位置。精通大文西手术开刀经验嘛超过几万例。70岁妇产科名医刘伟民刷去北检起诉，亲身来做说明。最后他们会选择接受达文西手术，是我们事前已经先讨论过，也都签字，并不是他不知道该用传统手术。起诉讲到，若是改用破腹的手术，肿瘤就袂破去。不过刘伟民坚持用达文西手术开刀，伫咧过程内底，肿瘤破去，互患者出院时，肿瘤分期伫咧开刀前是第1级。尾啊达到第1期末，照国家卫生研究院临床诊疗指引，针对个举起来2周癌治疗，建议用减值手术，甲全部肿瘤清掉。不过刘伟民坚持第2摆去用达文西手术，包括全部子宫含正面生长2周清掉。腹肚内肿瘤切片手术，尾啊残留的肿瘤嘛是超过1公分大。患者因为癌细胞转移过身，爸爸就来提告，案件送交鉴定3摆，显示医师刘伟民唔用传统破腹的手术，2摆违反医疗正常规定，使用达文西微创手术害命，涉嫌过失致死罪，提起公诉。我取出这个肿瘤，并不是把它用绞碎的方式。这个是我已经是一个医学教授，我是个妇产科学教授，我不会那么无知的。刘伟民过去嘛捌因为侵患者子宫2周惹着官司，不过尾啊却法院以告诉过期鉴定无违反常规的理由，分别判公诉无受理和无罪，即马搁加一件医疗纠纷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